相信最近發生喺大埔嘅火災，喺好多人嘅內心當中，仍然有好多嘅愁緒揮之不去。所以最近2次主日崇拜證道當中，都或多或少提及呢次叫人感到極度傷心嘅災難。尋日劉姑娘喺愛呢個將臨期第4主日嘅主題，以詩篇去作宣講嘅時候，亦都以呢次嘅慘劇作為引言。然而劉姑娘帶我哋去睇嘅係另一個角度嘅事實。喺大火仍然未撲滅嘅時間，其實已經見到有市民自發咁作出各方面嘅支援，俾我哋睇到一個又一個互愛互助嘅故事。而呢個實在係讓我哋睇見當中反映出人性嘅溫暖。而且我哋仲見到一群奮不顧身進入火場去救援被困居民嘅消防員，喺佢哋身上更加睇見嗰份捨己嘅愛。所以當我哋睇見喺人世間因着天災人禍所出現嘅殘酷無情，但係卻在其中其實仍然可以見到愛嘅存在。而尋日來自經課嘅經文，來自詩篇80篇當中嘅信息，詩人當時身處嘅其實都係喺一個災難嘅處境當中。當時北國以色列已經被亞述帝國所滅，國民被擄，而就喺呢個國難當中，詩人以呢篇詩篇去表達出整個民族嘅傷痛，並且用一句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重複3次咁喺呢個詩篇裏面出現，嚟表達出佢哋向神迫切嘅呼求，期盼呢位既係慈愛又帶住憐憫嘅神可以出手拯救。而尋日嘅證道就係希望我哋都能夠學習喺面對艱難困苦嘅處境當中，因着認識同埋了解神嘅慈愛同埋憐憫，從而使我哋都可以得着信心，喺艱難當中仍然可以懷住信心向神求。詩篇80篇1至19節，亞薩的詩，交與伶長。調用為正的百合花，領約瑟如領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聽；坐在二基路伯上的啊，求你發出光來；在以法蓮、便雅憫、瑪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來救我們。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耶和華萬軍之神啊，你向你百姓的禱告發怒要到幾時呢？你以眼淚當食物給他們吃，又多量出眼淚給他們喝。你使鄰邦因我們紛爭，我們的仇敵彼此戲笑。萬軍之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你從埃及攞出一棵葡萄樹，趕出外邦人，把這樹栽上。你在這樹跟前預備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滿了地。它的影子遮滿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樹。它發出枝子，長到大海，發出蔓子，延到大河。你為何拆毀這樹的籬笆，任憑一切路過的人摘取？林中出來的野豬把它糟蹋，野地的走獸拿它當食物。萬軍之神啊，求你回轉，從天上垂看，眷顧這葡萄樹，保護你右手所栽的和你為自己所建立的枝子。這樹已經被火焚燒，被刀砍伐，他們因你臉上的怒容就滅亡了。願你的手扶持你右邊的人，就是你為自己所堅固的人子，這樣我們便不退後離開你。求你救活我們，我們就要求告你的名。
耶和華萬軍之神啊，求你使我們回轉，使你的臉發光，我們便要得救。詩人一開始就以兩個重要嘅名字嚟稱呼佢哋呼求嘅神，嚟顯明佢哋對神嘅認識，係以神嘅本質同埋屬性嚟向佢求。首先，佢稱呼神為以色列嘅牧者，牧羊嘅人嘅職責就係忠誠咁愛護所牧嘅群羊，因此詩人滿有信心，神都會看顧同埋保護佢嘅羊群，為佢哋供應、守護同埋引導。另一方面，詩人提到二基路伯，二基路伯就係代表住神人立約嘅約櫃之上，去代表住神與人同在嘅標記。詩人滿心相信呢位牧者並唔單止係一個高高在上嘅創造者，而亦都係喺佢哋中間，並且係同佢哋有約嘅神，係佢哋可以親近、可以信靠嘅主。最後，詩人提到北國3個最重要支派嘅名字，說明佢知道引領住佢哋嘅牧者係一位能夠按住名字呼叫佢哋，係按住名字認識佢哋嘅好牧者。神對所有屬佢嘅百姓係會以認識佢哋嘅愛嚟愛佢哋，係要具體地紀念住每一個嘅子民，係一位守約施慈愛嘅牧者。因此，詩人就向呢位好牧者去求，知道即使佢哋曾經犯錯，但係呢位好牧人亦都會因着佢哋嘅呼求，從佢嘅怒火當中回心轉意，以佢嘅憐憫嚟顧念同埋守護佢嘅子民，眷顧佢嘅百姓。詩人知道神必然會垂聽佢哋回轉之後嘅呼求，會以佢嘅慈愛嚟回應佢哋嘅需要，但係神亦都會按住佢嘅時間嚟成就佢嘅計劃。人要配合嘅係耐心等候。喺4至11節當中，我哋正正睇見詩人一連串向神嘅申訴，提到佢哋面對住唔同嘅苦況。詩人認為呢啲佢哋因着得罪神而帶嚟嘅困苦處境實在係太重，佢哋被神交喺敵人嘅手中，被敵人踐踏、凌辱、任人吞噬。但詩人雖然未睇到神慈愛嘅臨在，佢哋仍然喺困苦嘅處境當中，所以佢去到第14節就再次向神呼求，求佢回轉看顧佢哋。詩人知道呢個仍然需要等候，所以佢去到最後嘅第19節，就喺短短幾節之後，又再次用同一句嘅說話嚟向神呼求，求神拯救。從歷史當中，我哋知道佢哋嘅禱告最後喺70年之後得着回應。神激動波斯王古列嘅心，讓佢哋可以歸回故土，重建聖殿同埋城牆。而另一方面，劉姑娘亦都提及兩約之間沉默400年，以色列人一直喺度等候彌賽亞嘅來臨，而最終亦都喺400年之後，神藉住耶穌基督嘅來臨，叫我哋睇見神就係喺佢嘅時間成就嗰個從人犯罪以嚟佢一直為人準備好嘅救贖計劃。今日我哋仍然係活喺一個敗壞咗嘅世界，活喺一個惡人當道嘅世代當中。我哋亦都因着軟弱，會有得罪神嘅時間，所以我哋其實一直經歷住唔同嘅艱難，甚至係一啲災難嘅處境。我哋係咪真係認清神已經藉住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嘅降臨，當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為我哋死，嚟顯明咗佢對我哋嘅愛呢？當尋日喺將臨期嘅第4個主日當中，點燃咗第4支代表住神嘅愛嘅愛之燭光嘅時候，我哋係咪完全相信神就係愛我哋、引領我哋嘅好牧人呢？而當將臨期花環外圍嘅4支燭光都已經燃點，我哋又係咪滿有信心，基督嘅光將會好快臨到，要完全照亮呢個黑暗嘅世代，叫我哋一直等候嘅終末拯救，喺我哋經歷咗耐心等候之後，最終要臨在我哋中間呢？而家讓我哋安靜，回想尋日所聽到嘅道，讓所聽到嘅信息喺你內心當中去沉澱，然後你再檢視一下你嘅內心，今日你係咪有啲乜嘢艱難喺度纏繞住你嘅心？而當你面對住發生喺身邊一件又一件艱難嘅事嘅時候，
又係咪叫你曾經對神深深懷疑佢嘅慈愛同信實呢？詩人3次向神呼求拯救，並喺當中嘅等候，又係咪對你帶嚟咗啲乜嘢提醒呢？讓我哋同心禱告啊！主啊，當今日我哋睇見世上出現咁多嘅苦難、天災人禍，叫我哋對你嘅慈愛信心有出現疑惑嘅時候，求你堅固我哋嘅信心，知道你嘅慈愛同信實永遠唔會離開我哋，並讓我哋懷住信心耐性等候，確信你必然按住你嘅時間，讓公義同埋平安臨到我哋，將一切嘅惡除掉，亦都使我哋脫離兇惡，得以進入與你永遠同在嘅國度當中。我哋嘅禱告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字而求，阿門。